主后2023年1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两个查甫人。圣经创世纪20章第1节到18节。亚伯拉罕对遐渐渐徙去尼吉夫，寄居伫加德斯甲苏尼中间的基拉尼。亚伯拉罕讲到伊的某撒拉的时，拢讲伊是我的小妹。基拉尼王阿比米勒派人将撒拉带去。暝时，伫眠梦中，上帝来甲阿比米勒讲：“你该死！你带来迄个妇人是别人的某。”阿比米勒还未亲近撒拉，就讲：“主啊，母国的人民，你嘛要消灭哦。”迄人竟毋是家己讲伊是我的小妹，迄个妇人嘛讲伊是我的兄哥。我做即个代志是心端正，手清气。上帝伫阿比米勒的眠梦中对伊讲：“我知影你做即个事心端正，所以我阻挡你，则免你得罪我。我毋准你摸着伊。但你着将即个人的某行义，伊是先知，会替你祈祷，互你活地。你若毋行义，你着知，你甲你所有的人一定会死。”阿比米勒透早起来，召集所有的人神，将这个代志讲互因听。遐人神拢真惊吓。阿比米勒叫亚伯拉罕来，对伊讲：“你若对阮做即款代志，我倒位得罪你？你竟然互我甲我的人民陷落重罪，你无应该对我做即款代志。”阿比米勒阁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是安怎要做即个代志？”亚伯拉罕应讲：“我想讲，即所在的人拢无得惊上帝，会因为我的某的缘故，甲我杀死。搁伊实在是我的小妹，共爸无共母，后来做我的某。当上帝叫我离开老爸的家，四界漂流的时，我甲我的某讲：以后咱无论去倒位，你着甲人讲我是你的兄哥，这是你互我的恩情。阿比米勒将牛、羊、仆人、女婢送互亚伯拉罕，佮将伊的某撒拉行义。阿比米勒佮讲：我的地拢伫你的面前，你爱住伫倒位就通住伫遐。伊佮甲撒拉讲：我互你的兄哥1000块银，做我对恁全家的补偿，证实你是清白。亚伯拉罕向上帝祈祷，上帝就医好阿比米勒伊的某甲女婢，因就会生囝。因为上主为着亚伯拉罕的某撒拉的缘故，已经互阿比米勒家内的妇人未生育。两个查甫人。创世纪20章的故事主线，搁再转来亚伯拉罕的身上。这时，亚伯拉罕迁徙到基拉尼，甲进前面对埃及王共款，伊犹原对外声称撒拉是伊的小妹，所以基拉尼王阿比米勒派人甲撒拉接去。甲创世纪11章第10节到20节所讲的状况无共的是，上帝即边真紧就出手，伊伫阿比米勒的梦中警告伊，伊甲撒拉归还互亚伯拉罕。咱伫遮看到阿比米勒对上帝的辩解，
宣称伊毋知影撒拉是亚伯拉罕的某，因为亚伯拉罕表明撒拉是伊的小妹，何况伊也还未捌亲近撒拉。总是安尼也袂当替亚比米勒脱罪，因为伊无照正式婚嫁听书就甲撒拉带走，因为安尼亚比米勒还受到刑罚。上帝予亚比米勒含伊的后妃拢袂当生育。亚比米勒真紧就调亚伯拉罕进行两个查甫人的谈判。亚比米勒起头就质问亚伯拉罕为虾米欺骗伊，含伊不义，害伊受到上帝的刑罚。亚伯拉罕为家己辩解，是因为担心即所在的人无敬畏上帝，可能会为着抢伊的某，甲伊杀死。何况伊含撒拉是共爸故母的兄妹，因此当因离开故乡的时，伊就一路宣称撒拉是伊的小妹，免得受害。这原因也为创世纪12章同款有类似情形提供做说明。因为上帝介入，亚比米勒发现亚伯拉罕信奉上帝有极大的能力，就转变要讨好亚伯拉罕，送伊真侪牛羊和奴隶，搁应允伊通伫家己管辖的区域任意选择徛起的所在，同时还提出记载的赔偿来证明撒拉是清白的。亚伯拉罕也为亚比米勒祈祷，互伊甲伊的后妃恢复生育能力。两个查甫人的争夺战将告落幕。伫这段经文看见两个查甫人的对比，对故事看，咱发现亚比米勒也有敬畏上帝的心，因为当上帝伫迷茫中警告伊，伊随时就修正错误，真紧甲撒拉归降亚伯拉罕。亚比米勒也真大量，因为伊听到亚伯拉罕的解说了后，就无搁再追究伊欺骗的代志，甚至送亚伯拉罕真侪礼物。若是亚伯拉罕拄好相反，伊表现出软弱的缺陷，就是因为伊惊受害，选择欺骗。亚伯拉罕哪像甲撒拉当作是伊财产得保护若定，常时想要借着安尼来换取个人性命的保障。以外，亚伯拉罕直接对上帝的信靠哪像无够，所以重复用人的方法来避免危险甲伤害。这互咱明白信仰上的重要人物有时阵也会有无够额和软弱，毕竟人拢是无完全的。总是重要的是，上帝并未按照外貌和能力来拣选人，是不断予人机会，予人信靠伊。要做完全的人，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的方向努力迈进。默想，经过旧的一年，伫迎接新年的这一刻，我安怎脱离过去一再重复的错误，按照成做完全的人的方向努力？经过旧的一年，伫迎接新年的这一刻，我安怎脱离过去一再重复的错误，按照成做完全的人的方向努力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帮助我对错误中间学习，无搁再重蹈覆辙。我愿意效法亚伯拉罕成做代祷者，
当我为人祈祷诶时，愿你应允。伫这崭新诶一年，愿你互人因为我得到福气。奉主基督诶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